随着中印关系的紧张及中共对印太地区威胁的加剧，印度开始加强国防装备。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印度期间将讨论事务合作。莫迪和普京自2014年以来已经19次会晤。今天的峰会将签署国防工业、技术和贸易协议，以及两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协议。以色列对外情报局莫萨德局长戴维·巴尼亚前往华盛顿，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信息，并转达以色列要求美国加强对德黑兰制裁的要求。巴尼亚宣布，他将在访问美国期间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最新信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在回答有关俄方疑似准备入侵乌克兰的猜测时称，俄罗斯未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在自己领土内调动军队是俄罗斯的主权权利。阿塞拜疆军方宣布，将被拘留在科尔巴加尔的10名亚美尼亚士兵移交给亚美尼亚，以换取从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地区的地雷图。土耳其阿纳多卢线航空公司将开通飞往乌克兰奥德萨的航班。自12月16日起，土耳其航空公司将开通从伊斯坦布尔飞往乌克兰奥德萨的航班。在与主要大国的核子谈判陷入困境之际，伊朗4日在纳坦兹浓缩铀提炼设施的附近进行防空演习。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在距离核电站仅20公里的巴德鲁德市上空传出巨大爆炸声，但伊朗军方发言人告诉国营电视台不需要担心。他说，1个小时前我们在该地区的一个飞弹系统进行了测试，以评估地面的备战状态，没什么好担心的。在东突厥斯坦，数以百万的维吾尔穆斯林因宗教信仰被中国当局任意关押在集中营。至今，中共当局不再认为有必要试图隐藏其同化政策。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2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及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等。他并说，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切实解决影响中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